我而家就會拍 Part Two 嘅東涌線、機場快線同埋迪士尼線。我而家香港站，咁呢一邊有電行隧道駁過去中環站，咁紅色代表荃灣線，藍色就代表港島線。下一站就九龍，我而家到咗九龍站，呢一邊係呢一邊係機場快線月台，呢一度一上到嚟上面就出口，跟住下一個站就奧運，嗰個奧運站就係以南區為主，咁呢一邊上到嚟上面就係出口，咁隔離就係機場快線行㗎路軌，跟住下一個站就到南昌。而家到南昌係牛黃色同紫色為主。咁呢一度落到嚟屯馬線月台，咁呢一邊就係出口，跟住下一個站就到荔景站，我係唔會介紹，已經喺荃灣線嗰度介紹咗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青衣，我而家到青衣站就係黃綠色為主，呢邊係月台，咁呢度上面就係機場快線月台。咁呢一邊就係出口，咁呢一邊就係去青衣城，跟住下一個站就係欣澳。我而家到欣澳站就係深灰色為主，咁呢一邊就係迪士尼月台，一上到上面就係出口，跟住下一個站就到東涌。而家到東係紫色為主，咁呢度一上到嚟上面就係出口，我而家就要飛返去香港站，跟住就拍機場快線。下一站九龍，下一站
跟住下一個站就到機場。我而家到機場站，機場站就係咁嘅位置，之後機場站係唔使出閘，一出嚟就係咁樣㗎。之後下一個站就到博覽館，博覽館就係機場快線嘅尾站。一就到博覽館啦，博覽館係藍色同埋白色為主。咁呢一邊就出口，我而家就要返青衣轉車，再轉迪士尼線。下一站就迪士尼啲，咁呢度有條隧道。我而家到迪士尼站，迪士尼站就係綠色嘅。咁東涌線、機場快線同埋迪士尼嘅片都到呢度，希望你可以訂閱，下次見，拜。